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Achiever 第30集，多結果子得稱讚。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、博士 Dr. K 同埋機仔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，就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你改變咗我哋嘅生命。聖經話，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耀稱讚歸於神。我哋嘅生命被你改變之後，可以榮耀你。我哋要嚟讚頌你嘅大愛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，我哋知道聖殿係敬拜神嘅地方，不過有啲人就將聖殿變成買賣嘅場所。你估下，當主耶穌發現聖殿裏面嚟獻祭嘅人唔尊敬神嘅時候，佢嘅心情會係點？我哋一齊進入聖經課睇睇啊！結出果子的僕人。博士，主耶穌騎住驢仔進入耶路撒冷，受到群眾君王般嘅歡迎。但係主耶穌去耶路撒冷唔係為咗被群眾擁護作王，而且佢哋好快就改變對主嘅態度啦。我知道有啲人對主耶穌懷着惡意，要害死佢。係啊，到咗第二日，主耶穌同門徒喺伯大尼出嚟。主耶穌覺得肚餓，佢離遠見到一棵長滿葉子嘅無花果樹，佢行埋去睇咗一陣，就咁話：永遠唔會再有人食你嘅果子。唉，見到呢棵樹長滿咗葉，以為佢已經結出果子添。但係而家唔係收無花果嘅月份咩？就算未熟透啊，至少都會有果子啦。真係令人失望啊！我哋都係跟住老師去聖殿啦。好多人喺聖殿嗰度喎，殿裏面有唔少做買賣嘅人，又有找換銀錢嘅人喎。你睇下，仲有賣鴿子嘅人啊，搞到亂七八糟啊！有啲人為咗方便啊，就唔想兜路，竟然攞住啲用具穿過聖殿，真係可惡，好混亂啊！佢哋點解會咁樣噶？你哋呢一班人快啲離開呢一度！喂，停手啊！你個人做乜推冧我啲凳啊？佢啊，都將我張台推冧咗，我啲銀錢啊都跌晒落地啊，太可惡啦！慘啦，我所有嘅鴿子都飛走晒啦，你賠俾我啊！捉住佢，要去賠錢！你哋呢一班人竟然攞住用具穿過聖殿！你哋同我離開呢一度！你冇權管我哋啊！經上邊唔係寫住我嘅殿要稱為萬國禱告嘅殿咩？你哋竟然將佢搞到好似賊窩咁！祭司長啊，呢個耶穌啊喺聖殿裏邊搗亂，都唔將我哋宗教領袖放喺眼裏邊，太可惡啦！我哋要想辦法除掉呢個耶穌，但係我怕咁樣做會引起人民嘅不滿喎，因為人民對佢嘅教訓感到驚訝。而家唔係時候，我哋暫時翻去先啦。呢啲人好虛偽啊，淨係得宗教儀式，佢哋就好似嗰棵無花果樹長滿葉子，但係就唔結果子。如果佢哋冇敬畏神嘅心，係幫唔到人嘅。猶太人將要害死主耶穌，係應驗主耶穌3次嘅預言，而佢哋同無花果樹一樣，同樣被神咒詛。到咗第二日嘅朝早，門徒經過嗰棵樹。彼得，我哋經過咗一晚嘅休息，已經精神咗好多啦。琴日喺聖殿入邊嘅情況真係令人焦急啦。嗰啲人將聖殿搞到好似賊竇咁，好可惡啊！但係老師嘅教導，大家都覺得好稀奇啊！彼得，你睇下前面嗰棵無花果樹，發生咗咩事？
我哋過去睇下。啊！呢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萎埋，點解會咁㗎？老師，請你睇下，你所咒詛嘅嗰棵無花果樹已經枯萎咗啦。你哋對神要有信心，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無論乜嘢人對住呢一座山講移開，抌去海裏邊，只要佢心裏邊唔懷疑，相信佢所講嘅一定能夠成就，就必俾佢成就。信心真係好重要㗎，所以我話俾你哋聽，凡係你哋禱告祈求嘅，只要相信能夠得到，就必會得到。你哋企喺度禱告嘅時候，如果有邊一個去得罪你哋，就應該饒恕佢，好使到你哋嘅天父亦都饒恕你哋嘅過犯。主耶穌教導門徒要有信心，因為佢哋對主耶穌可以詛咒嗰棵樹嘅能力仍然唔夠認識。小朋友，我哋要對主耶穌有信心，為主結出果子，使神喜悅，亦都讓別人得到幫助。多謝博士 Dr. K 同埋基仔。小朋友，當我哋同神嘅關係緊密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放膽咁禱告。主耶穌早已經話咗俾我哋知，凡禱告祈求嘅，只要相信能夠得到，就必會得到。意思就好似今日嘅金句教導一樣，要對神嘅慈愛同主權有信心。現在我哋一齊讀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即使我哋面臨難處，但只要對神有信心，唔懷疑，專一信靠神嘅幫助，神必幫助我哋。小朋友，你見唔見到樹上面有好多葉子呢？我哋一齊朗讀金句之後，睇下畫面上有咩東西出現。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樹上結咗紅色嘅果子，幫忙模仿托住籃子，接住跌落嚟嘅果子。正如我哋對主耶穌有信心，就會結出更多果子。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樹上再次結咗紅色嘅果子，幫忙模仿托住籃子，接住跌落嚟嘅果子。剩低嘅字已經唔多啦，呢次我哋嘗試將金句背誦出嚟啊！預備開始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馬可福音11章23節下。我哋一齊唱結果 more and more， 學習信靠神，用信心結更多美好嘅果子，使神喜悅，亦都讓別人得到幫助。學
崇拜結束之後，你可以上 lovekid.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紙，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。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，就喺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就等我哋一齊合上手，合埋眼，低低頭，專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使我哋能靠着你嚟改變我哋嘅壞行為，為你結出美好嘅果子。一方面有好嘅行為，另一方面叫更多人認識你，傳福音俾未信嘅人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影片。預訂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個鐘仔，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。